帅气的一击打得对手措手不及。新南国小女子软式网球队参加日本第34届山中湖杯国际软式网球锦标赛，一路过关斩将，拿下女子团体组冠军。预赛里面，我们五个预赛全部获得全胜，取得分组冠军的机会，进入决赛。那决赛是采单败淘汰，我们连赢3场。这次能顺利成行出国争光，除了体育局的协助训练，南场保安宫也资助一份力。校长特别带领软网队的7名球员前往答谢王爷公保佑，同时致赠感谢状。庙方还回赠1人2000块的红包，加油勉励。南昌保安宫来支持新南国小金城国中已经是为民国68年以来的代志，所以已经将近半世纪啊。嘛除了咱新南金城以外一寡学校有这传统的活动我嘛拢会甲支持真欢喜啦！有看到这囡仔佫有心来向咱陈水爷白莲圣母来感谢阮非常的欢喜嘛，感觉足强培养出这好的选手。主祀五府千岁的南场代天府保安宫已经有超过300年的历史，平时辅助弱势，捐赠白米跟民生物资，多年来也资助过不少学校的体育队，希望培育更多国手，替国家争取荣耀。记者周海棠报道。